25号，我们有帮他祈福，对不对？给他满树挂了挂了那个纸鹤嘛啊，然后终于它长出芽来了啊。那个芽上面为什么要撑雨伞？知道吗？太热。哎呦，你好聪明哦！因为那么热的天气，那个新的芽长出来很嫩，它这边太阳。哎，你好聪明，掌声给他鼓励，掌声给他鼓励啊！所以这个伞啊，就是要遮太阳，把它弄得一动一动，让风从那里消除啊，才不会被风吹倒啊。那特别是做茂盛、做水田工厂的啊，因为到74年身体唔好，担到初期嘅肝癌嘛烫到癌都吓死咧。但是我當幸運，得到很好的方法，自然療法，恢復健康。然後我就對那個人嘅那個身體嘅保健延伸到那個大體之間嘅老樹嘅生命史啊哈。條樹嘅半夜初六嘅大颱風啊，那條老樹嘅採訪睇咧。學校就同我參詳看來教育嘅樹嘅，我就建議講，木體嘅老嘅基體，留下嘅陽氣現存，加上嘅大板頭、樹頭一部分，然後佢將這個根做最好嘅處理，放到嘅雜到嘅根，收到冷，然後佢採藥嘅。舒服的行用保持水分的水宝那个手头保持干燥的蛭石、珍珠石、蛇木、那个鹿脊等等的，然后去做最好的栖地的一个设置。然后你用的鸡感到做嘛个会留一爬，为什么会留那一只一爬喊出来呢？就本鸡。保持它的新陈代谢的循环，因为热天热，那跪下来肌都呛它会窒息，它会循环会停顿也有一个平衡的一种道理。自然界嘅那个植物啦那个地方種落去，只要冇去糟蹋佢伊會正常的生長但是有問題的時間，我們就想辦法去了解它，佢受到乜嘅傷害這樣會造成屍體啦。那可能人嗆，看到嗎？嗆你講個產存還沒有完全，還沒有壽終正寢。奄奄一息了。我说这些把它挖宽一点，这边给它打几个洞，让它水分可以下去，就不动了。因为条白嘅5種嘅老榕樹就風摩那大咪咪，注意嘅水全滲唔到，尾嘅排水溝全部係嘅攤販，嘅面攤嘅含水、優水是它唯一可以吸收到的水分按那个不利的那个水分，所以个树为就比吸收的比含消的那救济的方法就要把水泥封膜来打开来马高一层液体，有封膜来有一层，那救济没有液体啦，所以呢个根要想办法保护，个酸楚楚的无奈那想办法用高压水柱，强的水然后去硬卸到变奶浆这样用水中磅礴深水马达然后去出走。我發睇6點鐘，真係6點鐘咩到12點半佢就是呢頭累累的做我唔知講嘅出那個奶漿像焗多樣態
全部是碰地的玻璃箱呀，迄个魔术垃圾吧，因不看大烂的暗的啊玻璃啊，全部塞到个树碰啊，个用处会紧啊，气根较漂嘛，所以个树根呢全部当做暗杀啊，不然清清就出来。移植我是最不认同的，最不赞成的，让它原来的栖地长得好好的，因为会被移植都是有价值的，一定的大。树种很珍贵的，它几十万人家买去做庭园的，但是那个结的不成样，它要大量的把它结掉，才能够搬运啊。它的根又结掉很多啊，所以说那树木就会很大的伤害。我是站在自然的角度，我是不赞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正，分享是看金边嘅暗乡风化。台湾呢看过嘅影片以后呢，大家一定提吼，金边邀请到节目当中嘅倒带马萨吼，也人呢，人讲做技神吼，也有有外壳、内壳、牙壳。研考我同到嘅考片哦，嗰叫呢醫生呢叫音樂嘅醫生，大項東西攏要醫生吼。最近幾年來吼，開始流行嘅對講數嘅醫生。今日節目當中呢，有請到嘅也係數嘅醫生呢，就係彭耀明彭大哥吼。有請佢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說事，來了解乜嘢到底乜嘢吼係數嘅醫生。數嘅醫生做乜嘢呢？按樣辦叫計小體嘅書誒，係按樣辦來做，當做啲有嘅書誒呢，本期幾百年攏市場攏要生命維持的呢。接下來介紹彭耀明彭先生彭大哥，彭大哥好。羅主播你好。你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彭大哥我請問吼，喺樣辦呢個因緣機會之下，將來接觸到我哋做書嘅醫生。該我有乜嘅專業嘅知識冇？首先啊，俗話一句話講，術業有專攻啊。係啊，錯啊。但是係是你的人緣啊，無心插柳。係因為人生嘅過程啊，係多彩多姿嘅經驗嚟講。坦講唔係一開始唔係好嘅係啊。基本上係騎鐵錘做水田嘅。水田。那麼話講從細嘅啊，嘅家鄉苗栗縣公館鄉啊，係個三面水秀嘅公館當獎好寓所，有一個吳國強係信仰中心，個公太啊彭永才啊，大家講阿才伯啊，係當年做起嘅相公伯，做些嘛時尚停機到強面前啊，附近嘅高調，嘅強面前嘅老師嘅啊。很多童年的回憶啦，當到佢細漢時節佢細頭，大漢時節佢都狀態。細就一胎咧。一胎哦，因為幾百年嘅書啊。冚唪唥出都有記嘅。對。書嘅當中塗後嘅，我就會拿香蕉啊，翻跳去相機。我該當相機。有啊，練嚟塗定嘅。唔多我個衫都被白爛得咧，所以留下很多回憶啦。有一年79年啊，一天啊，唐湘琴同係講，強面前嘅書嘅啊，佢小體條，要不就早體都跌槍嘅。含演出廠嘅老闆劉年新先生想辦法講由怪樹嚟熱體做停車場啊。佢想到有堂老畢嘅講，強面前嘅老書啊。文景說法嘛，要樹林哦，唔敢停動哦。同佢講以後啊，我心肝就想到，驚無水木啊，就想到個太平一場歌嘅歌嘅曾經在67年，我嘅老愛啊，54歲就忽然間中風過身，還是萬金難買親愛嘅命啊，所以之後我對生命嘅珍貴老一嘅情感啊，加上74年嘅下，我又得到肝癌，初期嘅肝癌做定事業，
青岛公园噶，按后上都讲下冇。这样是日压潮嘛。哦，因为做水天嘛。做水天啊，高级因素难免啊。啊，生理当好嘛。生理也当好啦。各位阿老阿公啊，其实面我个人呢，好啊，个人呢台湾部啊，同埋讲价10年，想去做个祠堂的主责，涨风水，涨祠堂。10年讲完，做一阵路卡，天一阵4点钟，别太闹劲又走去。哎呦！所以按你演员係種阿公嘅意念啊，一天我來幹後生，做我來實做啊。做。所以一方面做條路，一方面我料理公眾嘅組織運作啊。做日夜都炒飯。加上做條路難免我因素是條酒，所以觀眾沒快點的。一起檢查。伪裝那種風勢啊，冇一攬強勢哦，那種情況，坦講係感染嘅初期啊，所以幾咩動態壓力啦。所以當時都想講，哦，韓國人生韓國當長久咧，也都得到也太平和平。啊，自然些哦。老也老啊，嗰個講下拍條嘅反地青島啦，按到自己慢慢上。嗰個講下嘅條嘅，不讓下。又按後生，又妄講啊！用喺度小睇咯，你乜人接哦？係當講，受啲錢多。係有樣啊！該當時西澳嘅幾多隻？幾樣事啊？我12個禮點冇嘅咩？哦，都很多歲咩？都37歲嘛。哦，很年輕。所以呢，中藥西藥，中醫西醫就。冇簽明顯嘅療效，都外面得到一個機會啊，體驗啊，係少林點穴嘅方式，加上係自家嘅體悟，要當好嘅效果，排毒嘅效果當明顯，而且我身體都好到真好，我連續點穴治療，加上自家那個嗬，有半年嘛有，我37歲嘅。懶看的身體啊，我翻到後上邊18歲，我體悟到一個生老病死啊，平常嘅預防，有乜個病嘅時節，當慢性病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引起嘅，係去人講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啊，都係呢。我體悟一個以後，一方面將事業停下來，結束花咗1年，然後呢。來台北學減血糖，健樂嘅學理嚇，加上原來中醫嘅理論，伊咧太平轉變嘅人生嗬，到底呢彭太哥嗬，佢等下我記嘅人生故事同精彩哦，唔過時間嗬，一關係哦，休息以後再嚟講，我想講大家同埋共享，想去了解講，不太平以後唔過講。因為唔放棄個賺大錢嘅機會，因為感覺講生命嘅可貴啊！嗬，因為生命可貴轉變以後，到底樣辦轉變？休息以後再嚟講。事業攏忘掉嚟，忘掉跌回槍嘅。哦，攏走脫嚟。走脫嚟。個書生啊，刮下伊都冇奶嚟啊！用書嘅奶哦，伊刮下伊都掉沙咩？葉綠素當多咩？嗰陣時已經當洋蔥嘅，但是我就死馬當活馬醫。歡迎到咗嚟暗香風化嘅現場，台灣同彭大哥嗬，佢講到佢入北聽以後。農民呢放棄佢嘅事業水田嘅工作，該當時嗬，欺負啊事業水田當多嘛嗬，當然無限，人也無限，為咗賺錢，唔過賺錢賺到按到人嘅身體打壞以後，其實唔吸到錢嘛無效，同冇？該當時放棄唔講去學習點血啦、去土啦，去學習中醫嘅東西，農民係樣辦？如果像奇怪樣咪轉變轉到農民。咪專門嚟，本來唔學習嘅係語言嚟啊，樣辦咪藝術嘅咯。那麼對生命嘅尊重，對敬老嘅情懷嘅展現，得到一個老師嘅
有危机的时候是啦，我请专家去会诊，嘿，农业专家、农药专家、农教的老师，会诊的结果全部都判讲，你讲该榕树啊，哦，没有钱的榕树啊，没有钱呢，他假如讲判死刑，因为啊癌症第3期的，救起来，假使要救的话，按样的长期喏，天要蹲拍，咪天要父母来热踢，要伫温奶，树要蹲拍，个想办法看样来比远，其他都係自家去想的啦。嘿，该当时该投诉的迄树叶拢忘脱的，忘得跌不枪的。哦，拢走脱的，走脱的。嘿，cái樹神啊，刮下伊都冇黏的啊。哦，榕樹嘅黏哦，伊刮下伊黏表沙咩？葉綠素當多咩？嗰陣時已經當嚴重嘅，但是我就死馬當活馬醫。啊，唔用要上到安尼來救佢。那上去救佢嘅通力就係上到落來嘅，佢唔使冇上到落來啊，化為行通，想新辦法就係一股精神，啊，想講廿個事情做未完成，做唔完成，啷個回事？係一種社會教育，所以我教書嘅實務工作之外，我盼嘅青島社會教育嘅發通，啊，我用書嘅能夠保存下來，青好救起來。我較關心係講，該條書嘅農民有救起來嘛？到背面有翻上有參選，但是呢，到最背面還是功虧一簣啊，俾人家買鹽酸啦。背面談講買鹽酸，原因係樣啊？個書嘅那有聽鹹都鹹死啊！原因啊，就書嘅係大家喜歡咩？但有啲人係體力風水無常嘅考量啊，嚇。對到書嘅，假如呢冇寫嘢，滿到萬有面前有乜個法喎？書嘅哦，也是 MD 嘅吧？記在暗中啊，然後我寫嘅上去救佢啊，反太閃些啊！為了救佢嚇，攞佢大仔，攞佢接順，攞佢救條細榕樹去補給養分。啊，佢揾嚟以後產出嚟成件哦，寫白嫩嫩嘅嘛。按你應該係做得個都活下來啊！一段過程嗬，係一體悟到人心嘛，各不同啦。係喺地方上熱血嘅青年朋友們，大家都拿到係會出來獻技、獻語言，一鼓勵係出來獻，因為係能言能講能寫，有群眾魅力吧。一個所謂打電啲新聞要做安排，迄邊叫上去，當時擔任演藝員，又係強項嘅主演員咧，沒有羅先生啊，我背面想起來，有危機意識，把我當假想敵。所以呢，到處我咁講吼，該迄歌唱啦吼，該當時嘅歌唱，該人家唔是講佢，我喺講。農民唔得叫該書嘅個知識嘅部分吼，都帶去從來邊咯，係咪？因為該當時人會冇網絡嘛，冇辦法睇，就也人講，然後去查埋個東西資料吼，都來尋谷歌，尋谷歌都會透過網絡來尋資料，安尼都做得出家來做。該當時冇呢，唔係看書去啊，或者係樣辦，來從事出家。農教嘅園藝系嘅老師啊，加到土壤學，加到個相關嘅書來看，加上自家嘅融會貫通以後啊，我就慢慢地就條下個嘗試啊，就是必最好嘅啦。想到講，因為我參與我旁鄉嘅事情，有啲講我旁主年過800，養生之托都氣得導演。旁主啊。按傳書啊，就氣得導演係個絕門的學問啊。所以我加上身體復健的過程，又有安尼體悟。我到佢綜合起來，當想辦法去打點滴。因為佢當努力重生啊。我要本佢好嘅充分嘅材料，我本佢。同時有老人家接書嘅又講，將結束特別身體唔好嘅，要大血漿，我要採用書嘅呢。然後稀釋以後，這樣唔會凝固啊。又來用打點滴嘅方法來去輸血，用個打啷啷，我用手部，我用個救生圈太窄個啦，太拖拉骨嘅內胎啊，我拿個吸管包來，撈個點滴瓶嘅系統全部密合，預埋針管19號豬牛嘅針頭啊，是做到二郎皮嘅都買過，我按你加壓嗬，20度，其實光合作用都發生嘅嗬，就會吸會較壓。
啊，不着迄个就较慢压，嘿嘿所以压皮的就加压啊，就等于时常有人在送针筒样啊，因为一般打气压力10公差算1公斤啊，所以还是按呢想个办法去打点滴啊。其实我哋上过彭太国唔係認為叫學教嘅時間嘛，要學過物理啦，物理吼，唔通提講個壓力嘅問題啦，有物理嘅基礎嘅概念，啊個同因為北平嘅過程當中接觸過當代醫生，唔到救人嘅種嘅方法吼，就運用在書嘅當中，融會貫通。哦，也都係講，我要嘅思想，我要嘅。要安尼變巧啦吼，要變巧嘅人怎會提講安尼？到底其迄剃頭，其實又講吼，迄叫嘅貓頭前嘅頭水，攞每迄樣板要行向專業來救書嘅醫生呢？休息以後怎來講？書嘅清下筋，清下皮，吸收水分、吸收營養嘅器官啊，就根部啦。係錯。所以呢，人筋係要按雜要健康，起底係自然冇父母來檢查的話，書按過，書按法，筋呢就按法，所以筋沉不怕風有痛啊。歡迎到轉來暗鄉風化嘅現場，頭下同彭太哥講當道吼，佢講個貓頭前嘅剃頭水吼，本來係救起來，按攏咪因為有一些原因吼，個消退咧。唔過呢，佢剃頭、剃三頭都帶樣板救呢，都攏咪樣板個做專業嘅水醫生呢，係都帶樣板夾夾來了解一下，彭太哥。其實講專業係外人講嘅啦，嚇。係樣板講啊。因為我並冇安尼冇安尼係專業，我都冇輸錢啊。有緣嘅有問題嘅書嘅，全都我度，我一天我要關心，最起碼我嚟供養嚟做，或者我親自去做。因為書嘅啲人講唔是花錢救嘅都嚟救啊。冇啲人那有乜要花錢去救書嘅冇啦。唔過唔去救書嘅時間，買藥嘅買乜嘅。啲人都係捱嘅付出啦，我願意啊，我並冇當做生意嚟做。親像做義工。係嗱，做義工，切較好嘅啦。書嘅得到平時睇，我朋友們得到膀胱癌、老書嘅癌，因為我對膀胱嘅事情投入真多，讓我膀胱全世界都知啊。啱啲。所以呢，人係講。到投入整體就講書嘅但有問題一樣係發現咧。係啊。發現以後有乜個特殊嘅題目，可能老鄉也意思啊呢嚇。係，錯。因為我看到二條書係種樣啊，搭條書係乜講啊，有可能結不偏嘅哦。那麼很簡單嘅分析判斷就講，春天、夏天、秋天啊，除了落葉喬木、寒天嘅落葉以外，春夏秋啊辦嘅書誒，一天都長悠悠嘅啦。除了講落葉喬木，像個櫻花，像個大葉合歡，寒天會落青青。而我嘅常綠樹啊，一天都長長。係有發生樹葉嘅黃體咧，或者落到東洋葱嘅，一天有表示有問題。樹嘅清下筋，清下皮，佢吸收水分、吸收營養嘅器官啊，就根部啦。係錯。所以呢，人筋係要按雜要健康，起底係自然冇父母來檢查的話，書按過，書按法，筋呢就按法，所以筋沉不怕風有痛啊，人的能力係強，全是都自然。也都係人講，樹頭那起不菜，樹頭徛好在，唔驚樹會做，係有機化嘅都安尼。但是因為有苦況，一定有問題，問題可能係筋，父母來打睇咧，或者筋本施工家切到咧，或者有蟲害，蛀蟲蛀到夾嘅耳囊皮，所謂清下筋嗰個像耳囊皮，削皮，皮哦表皮很黃，胖嘢少少嘅痕泡，耳囊皮就是形成層啊，個底部嘅再層，老木質部中間嘅耳囊皮形成層啊。迄本人惡意嘅去環狀剝皮嘅話就攀細型嘅，
因为个水分冇办法上去啊。哦，伊透过解层来送水分，输送养分、水分的个管道。所以我读过一个例子，95年按旧的牛元素，因为它没有损伤，给物主啊过身啊，甲某一种的奔上，看到树的小体的求救于我。我讲也是本人噶，度到按严重，度到5公分安长，360度是翘头的。树的就叶的早体就落叶的啊，人跳工的啦，系跳工的，给写下子的啊，陈小姐啊，伊讲潘先生，拜托啦，我写就实验牛眼、长牛眼啊，青岛第一感情当浓好，看有办法无啦？我讲事前澳门地方的三期，他家有同意无？有想去救无？天然唔可以追究万人夺旗的，啊，因为我有经验谈啊，所以呢，采期。他家有控制嘢哦，我想办法去落去接起，將幾段安過嘅殼哦，然後嚟補米來，透過特殊嘅方法、特殊嘅材料啊，然後舊年的新舊年的伊舊，到舊那個年就話新長年的年初一，我以供錢上香啊。人家講潘先生難強哦，一度試得啲牛元素啊，本叫到萬樹開豐順。嘿哦，全部縫酒縫嘅牙，介都係要個發下來，新牙怒放，新牙怒放哦。然後呢，到長命時節啦，貴樹嘅開扎扎嘅花，你拍攝嘅牛眼花，你講那土當嘅呢，晚上有開花咧，有重生咧，但是我按不到想，我因為逆向思考，這下麼太平一場。那做的馬上都結分工來咯，我培養固本，中醫理論我培養嘅年紀我培養咋，佢表面順表面化吼，叫那啊，我就想到講叫危機啊，我就擺到天力公司空中霸王茶市上去吼，一類一類發落去簡單，一類一類發落去墮胎，保健演習，墮胎2年以後，第3年長臂大致。cái thí dụ họ phục dụ hành ham cả lô cùng chặt ít thay thôi là phong này,也就係特殊嘅方法，去救特殊嘅情況啊。也係成功嘅案例，有失敗嘅案例冇？他話嗱，輕少啦嚇，其實都不明係當看到新聞報道，林業試驗所發布講台灣嘅樹木癌症啊嚇，就係有一種會傳染嘅賀根菌，好多木菌。木菌啊，菌木的起嘅有菌啊，有菌啊，連奶連菌都菌都少睇，啲奶嗬，透過煙熏法，特別嘅藥物嗬，去嚟吸定，用塑膠布吸定。正規嘅樹嘅出得發錢嘅話，可能要發幾十萬，幾條樹嘅吊起來，啲菌啊就淺色槍消毒以後呢，重新換新奶。那一般的樹呢，有冇安胎成因啊？所以一個賀根菌。號稱台灣的樹木之癌，要防治哦。要防治的話吼，也實在就粒子癌嘛，就係困難度一個啦哈，因為它透過空氣，儘管苗栗有幾隻學校類似安尼片吼，樟樹也曉得，木棉樹也曉得，係要去處理。要去參喎，繼續要切，要切過，係啊，所以種嘅樹嘅刻土啊，那我搬落來。迄唔可靠嘅話，咪有安尼危機啦，嚇！那用解緊來滅來以後吼，用火捱出個想法啦。那用火來燒啊，有可能解細菌會冇。因為有奶哦，奶嘅話冇辦法燒到暗出帶啦。用煙熏，用化學嘅成分去殺菌。賀根菌是一種菌。樹嘅還有蟲害同病害，病就係菌。細菌。蟲嘅嚇，有老環境氣候有關係。嗰個太自然界嘅平地嘅森林樹嘅較少嘢，鳥的棲息環境破壞。鳥嘅時候就冇鳥嘅是蟲嘅，蟲嘅上浪嘅鬼巴嘅亂啊，冇蟲嘅意思啦。所以蟲害會較多。這是一個天敵自然界嘅一個生物鏈。聽我講到佢嘅重點都係講。唔解條吼，樹嘅太樹嘅解安尼解菌啦，同解奶因為有解細菌嘛吼，菌解菌造成解樹嘅要少脫，唔講喺度綁起來以後，喺度細細啊淺淺啊，
毋过我哋吼，无赞成讲输诶要晒。嘿，好，像台北市政府之前唔係講嘅小巨蛋佢嘅有輸嘅要對晒對對嘅種東西，唔係無贊成，樣板係無贊成輸嘅晒。那萬一講要發展要開發，輸嘅限係一天要晒啊，晒係咩因為成功個技術成長嘅機會會較大。那麼輸嘅啊，我預測的條件，第一時間要對。第一，長期要當做研，你講時間嘅規則係啊？規則係。那麼長期要去做研，比如講斷筋啊、蹲拍啊，要時間做，就得較正規嘅樹種，像樟樹嘅存活率、移植存活率冇到50%啊。那麼假使成年人去買好價，要曬本人，也有安尼行業啦。但是我千唔判定，我千唔贊成。因為佢當正嘅樹法嗬，用嘅樹法，人家幾多同一塊落咧，佢見嘅樹泥嗬一團咧，嚴重破壞咗嘅自然美，一個生態嘅生機。唔多園區裏的話，係太低嘅當好嘅資產。要計算過唔多家嗬，唔叫過幾多條樹嘅冇？如果算過冇？有啲係群居嘅樹嘅啦，嚇。伊時都幾十條。有啲係睇死條幾百條嘅嗬。相當時來應該700-800條唔止啦。嗰批嘅正規樹啊，睇啲都20條嘅啦。所以移民係唔係專業，但當太部分嘅心血花菜係嘅鹽分按怎麼樣旁向種出嘅事情。所以我有一個對舊樹嘅體悟到人際和諧、大地和諧。太體之間呢，自然嘅啊，也自然生態人口的平衡，互相尊重、包容、尊重、和諧共融。係我舊樹嘅體悟出來當正規嘅中庸之道。我運用喺人際關係。我在想吼，其實彭太哥哦，幾個人吼。做乜嘅事情攏有佢嘅堅持嗬，佢講無暗號無要緊，唔過呢，有個心嗬，人講嗬，一做嘢人成功嘅人都係講要講好話，要講好話，做好事，食好東西，好東西每一天要當貴嘅哦，各項東西攏要求要好，同冇？好唔係講一天代表係貴啦，一種嘅信念嗬，將做啲讓人嗬。嘅成法係同平人無共樣，像叫過700-800條唔止啊，唔講條個唔止700-800條嘅樹嘅，嘅過程當中嗬，其實要當到樹嘅，攏係用當深刻嘅要人生嘅體悟，因為叫樹嘅過程當中，我看到要當到樹心、人心，各種嘅樹嘅都無共樣，一種嘅累積嘅人生嘅體驗，一種嘅體驗嗬。到底讓對以後未來嘅人生觀有乜嘅影響呢？休息以後定價張來講。南面是加注於市場上大量生產嘅仿片材料，塗油啦、化學品啦，累積到人身體度啊，水分75%係人身體上嘅水分，包含血液。那食落嘢水係唔強，食落咧唔強。有食到太多，食到冇平凡，所以上口食多偏作偏，食太多食太偏就會變偏啦，嘅意思。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哦，聽阿彭太哥又講到安度嗬，佢叫個安度嘅樹嘅幾百條嗬，其實呢，讓佢感受到當到嘅人生觀嗬，係從個舊樹嘅當中來得到嘅。我哋也時常都利用做嚟講係半退休嘅啦，半退休嘅情形之下，時常去到國民小學去教嘅學生嘅，人講百年樹人，從細漢都嚟教佢嘅。正確嘅保護樹嘅觀念，平常時用辦來做。那麼因為我就喺度公館國小附近呢。學校面前有5條梧桐樹，25年前有危機，
父母的大秘密想晓得的，喺九上以后判3年的法通啊，又判过全公馆上的学生的国中国小的作文比赛，老写生比赛，然后个成果判法通去，下面的观摩有奖征答，老师带学生来现场解说，曾经做过安尼努力，至于讲学校随时有乜个机缘，就会想办法本学生有一种观念，树的植物要有3要素的具备，阳光、空气、水分，缺一不可啦，那什么样的重要？错啊，就想要运用人生丰富的经验，和有限的余生世界100岁，咩存到30年不多嘛，10到100岁来讲，所以呢，想按有不能独善其身愿意分享俾大家。其實咯，彭太哥獨到化去講，唔過彭太哥都講，唔嘅人生觀，唔嘅想法其實佢攏來寫下來啦按寫下來也人生觀，到底係乜嘅有效排毒，又係乜嘅意思呢？你身體要健康就因為喺度吃的東西難免是加注於市場上大量生產的防騙材料，毒油啦，化學品啦，累積到人身體度水分75%，係人身體上嘅水分，包含血液。那食到嘢水係唔強，食不咧唔強，又食到太多，食到冇平衡，所以上口食多偏作偏，食太多食太偏就會變偏啦，嘅意思。也意思講，彭太公嘅意思講，一開始我記得一開始講。偏從口入啦，對當到東西也唔止係人生觀要嘅自家嘅聽悟阿媽個要對身體健康嘅，從嘅講法當中你了解到對身體嘅健康非常嘅重視唔感覺呢？喺哪講對書嘅來講，係唔係愛平常時愛保護書嘅，按樣辦來保護佢嘅？唔講3要素嘛，陽光。空氣、水，也3種缺一不可。也3種氣候含一樣辦，人乜要得3種要空氣、水、陽光含喺不偏也一方面，我要快樂嘅心情，快樂嘅心情。一樣辦本書要快樂心情。類似於講人同人中間，我要愛心。那麼將來一念叫一撇書嘅教導書父母來見我曉得咧，伊個開來是叫嘅過程，欣欣向榮嘅過程中我啉水一天規日都冇落水，我1禮拜啉1杯水，我用乾飲咩？冇就水點去啉到2半嘅係盲頭，4條啉好，係1條盲啉。我心諗想跟1條冇啉嘅，佢再走嘅，佢會抱怨。彭太哥。4條都雖然飽，太細心，太細心，我都啉到3點半要天光咧，安尼心情，我都同理心我用安尼嘅心情去面對，唔可以講法，唔可以講安子些書嘅生活，何況我對我牧家人對有緣嘅社會嘅大眾我同樣安尼心情，希望大家好咩？我幫忙人嘅心其實彭太哥當然心嘅人啦講樣板講嚟，因為我哋彭太哥佢也個係彭氏中心會理事長係台灣嘅總會長，總會長，佢嘅夫婦人權嘅心非常嘅心，我相信嘅觀眾朋友大家聽佢講法都知嘅。除了做嘢以外，韓國要做乜嘅事情，係服務社會太重嘅。嗰度義務性嘅團體是一度啦，繼續啦，那麼我也不卡。樣辦愛上愛接嘅仲前飛咯。嗰是阿公交代30-40年前講嘅先。阿公都30-40年前都講好嘅。佢講好過，佢都過身嘅所以我頭日按尋日吧。所以我想有限嘅時間我愛表他的心情，要同大家分享就講，因為大家賺卡多錢也帶唔落戶啦。梗要呀。子孫兒孫自有兒孫福，大企業家、大企業家，我希望睇談到嘅鄉親朋友同樣
支出比同样哪个成就讲，假使有研嘅大企业啊，或者生物医疗科技嘅企业，或者大财团，赚很多钱啊，佢也带唔落户。但是能够假使透过佢嘅参与来关注对人体嘅健康、对环境嘅保育，我都会有浓缩版的大爱农园的规划，最緊要嘅規劃。係，樣板會樣板我講都係講人成個嘅問題啊，我長嘅彭太個同大家來參考啦，我都係講，樣板爭到做得留嘅成功開放出來，來面對社會大眾，來面對大家，來奉獻到自家嘅心意。因為唔睇話要講，企業家啦、大家嗬，向下來做留嘅愛心奉獻出來，按樣辦做，係唔係講我要嘅富裕嘅大眾嘅心？也就係我有一個很多社會責任嘅，企業社會責任CSR，因為你就政治人物重要嘛，你假使選舉做總統也好，做院長也好，只是黨派指示，為了沒有個人的利益、權利的滿足的話，你所施政的過程就冇辦法為大眾沒有福利嘛，就會造成也台灣一多大家不滿意的所在嘛。同樣假使按重要的人物不能有財力或者有權力，也就會影響群眾的一個福利，一種嘅福分嘅一個當重要嘅影響嘅關鍵人物嘛。個個人嘅努力實在係幾十年來講，係感覺到人為言輕，感覺到力不從心啦。假使跟領導人佢嘅慈悲心係發揮出來，加個正確為大眾沒有福利嘅心係展現出來，透過政策嘅擬定，透過執行，那大眾自然就好。做規矩化嗬，都係講愛搖錢啦，做乜嘅事情都愛搖錢啦嗬。彭太個係咪做得同觀眾朋友講？因為觀眾朋友嗬，以為可能中南部、北部地區冇每天，甚至有國外嘅朋友，大家咧看到嘅節目以後講：哎呀，我冇卡條錢啊，有一條書誒，看起來親像要燒鐵哦。然後愛到底愛樣辦真好呢？係唔係？從當然嘅地方，像彭太個過去，可能唔愛看人嘅時間。那講出價來叫嘅書誒，按樣辦來叫呢？用係咪像彭太個老家嘅技術方面透露一下，讓太個地講，按樣辦來叫嘅書誒啦。案例我最好是現場看過啦，但實際上有啲困難嘅時候，可以透過一個傳播，乜個 line 啊，line 我也學會用嘅啦，唔也會 line， 就唔做熟啦嚇。安尼成個可以俾意見。本而非常講為了保護珍貴嘅老樹，提防民眾嘅力量，留政府嘅工廠施工單位矛盾相對抗嘅時候，我也曾經協助成功嘅例子，咁樣匯集民意來展現民眾嘅力量然後政府單位就透過當然係一啲輕重要，政府嘅立法，珍貴老樹嘅保育條例，農委會中央立法忙通過，院士嘅有16大院士有通過嘅，農委會立法嘅公聽會研討會，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受委託。佢第2擺、第3擺研討會嘅有邀請來去，我提出一個另類主張。珍貴老樹列為保護的那個公告以前，假使沒有對地主一個地價稅的減免，或者講農機的移轉的優惠替代的話，一個樹嘅盲列為盲有身份證，盲有老樹嘅身份證就俾你交替咧。就會唔想愛佢點都冇開佢。我提出一種看法嚇。高官歷史全部移民講，也就會實務經驗。有樣。所以我就講能夠做我就盡量嘅。中央嗰啲法限喺水木。唔怕，我想嗬，啲法限喺愛時間留高長啦嗬。透過像彭太個安嘅什麼人咯，那做啲繼續來支持來，希望也嘅立法做得成功嗬。我相信有意一定會成功啦嗬。那觀眾朋友大家有樣嗬，講不卡旁邊啊。
或者係有看到有個所謂呢有可能有問題嘅時間，其實呢，弄做得透過寫信嘅方式吼，啊寫來客家電視台，而客家電視台製作單位吼，伊聽不到唔嘅意見，我請彭太哥，我就也會問彭太哥講，彭太哥也咋四阿妹吼，也就係也只觀眾吼，喺度請做節目，做啲嘅時間，彭太哥都會同聯絡啦吼，因為我保護到啦吼，咁咪就當然咯，咱講一天花，有人吼有時半夜，有啲人可能冇考慮到啲衰務，也按從事養生嘅人吼，對身體健康最重要。你當做啲繼續來服務人嘅社會，像吼也社會像彭太哥按嘅什麼人也冇多嘅，吼。彭太哥希望嘅身體啊健康，本舊嘅書嘅吼，以後嘛做啲身體健康，因為書嘅呐身體健康以後，透過書嘅有解空氣做啲新鮮嘅空氣，本大家來解。好做啲維持身體嘅正常嘅運作啦，吼。好，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哦，都訪問到也吼，也感謝彭太哥來到節目當中，也感謝觀眾朋友大家嘅收看，下次見，拜拜，謝謝，感謝，謝謝，感謝大家。